线上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益539。这期要分享的咧是114年6月13星期五精彩有产潮的资料。首先要来分享的咧是一块山棕蚵。这条山棕蚵咧是硬蚵开咧第三期，硬蚵开咧第三期，来利用伊上一期的第二期咧，固定减26、27加38，爱伫咧下两期，就是硬蚵的下一期咧来开山棕蚵。这招咧准3进4。首先，咱为这个第一版咧来介绍起。伊第一版咧是咧今年的4月12，4月12咧第三期开硬蚵。咱固定来用伊上一期第二期咧来减26、27甲38。伊第二期咧17来减26咧是09，17来减27 10，17来减38咧是21。伊09、10、21，爱伫咧硬蚵的下一期，就是4月14来开山棕蚵。伊伫即期咧来钓09甲10，伊09、10、21来钓09甲10山棕蚵。过来第二转咧，5月15咧第三期过来开硬蚵。咱同款来用伊上一期的第二期咧，过来减26、27甲38。伊第二期的意思来减26咧是12，减27咧13，减38咧24。伊12、23、24爱伫硬蚵的下一期咧来开山棕蚵。伊伫即期咧来钓13甲24。伊12、13、24来钓13甲24山棕蚵。过来第三版咧，5月28咧第三期过来开硬蚵。咱同款来用伊上一期的第二期咧，过来减26、27甲38。伊第二期咧08，即期08咧，咱同款过来减26，08减26咧18，08减27咧19，08来减38 30。伊18、19、30，同款伫咧硬蚵的下一期来开出。伫即期咧，伊来钓18甲30。伊钓18甲30山棕蚵。过来第四转，就是咱即期咧要来使用的。伊伫顶一期咧6月12，硬蚵咧过来开咧第三期。咱同款过来用伊上一期的第二期咧来固定，过来减26、27甲38。伊上一期的第二期咧17来减26咧是09，减27咧10，减38咧21。爱伫咧硬蚵的下一期，就是咱即期咧6月13，要来使用的。即期咧09、10、21咧山棕蚵，来提供互咱线上的朋友咧来好牌参考。即招咧是由硬蚵咧开咧第三期，来利用伊上一期的第二期咧来减26、27、38，伫咧下两期，要来带山棕蚵。即期是09、10甲21。过来另外要来分享一支高机的，
即支高机诶咧，总共咧有3招，总共有3招。头一招要来介绍诶咧是反射，一支棒诶来3支棒诶用。伊即招咧是上10支咧，为第1支咧开始发动，来到即支要来用第4支，固定加5，上10支咧，就是6个车字咧，为第1支开始发动，连续咱要来用即4粒球啊，要来做加减，3支棒诶用。头一转咧，第1支即个控制啊加5，控制加5咧是07，即个07咧爱伫咧下一支，就是控制诶下一支咧来开出。控制下一支咧，就是6个车3，6个车3咧来开即个07。过来换第2支咧，即个07啊，伊共款换来加5，07加5咧1支，即个1支咧换爱伫咧下4支，下4支咧就是6个车6，6个车6咧来开即个1支。过来换轮到第3支咧，即个11啦，即个11咧共款来加5，11咧加5咧16，即个16咧换爱伫咧下7支，下7支咧就是6个车10，6个车10咧来开即个16。过来是第4粒即个16咧，共款来加5，即个16来加5咧21。即个21换爱伫咧下10支，下10支咧就是咱今仔日6月13，6月13咧爱来开出。伊即招咧是1支棒来杀互3支棒诶用，来利用反射，为上10支诶第1支咧开始发动，固定加5，来到即支第4转咧，即个16，要来加5，要来开即个21来高机诶。过来另外要过来介绍一招咧，是1支棒诶，1支棒诶。即招1支棒诶咧，共款准3进4，伊是来利用上7支诶第5支咧，一支一摆，固定诶要来合51，伫咧下4支诶要来带一支高机诶。上7支咧就是6个车5，6个车5咧第5支咧39，即个39咧咱来固定减51，39减51咧是1支，即个1支咧爱伫咧下4支，下4支咧就是6个车10，6个车10咧来开1支。过来接下一支诶第5支咧30，即个30共款过来减51，30来减51咧21，即个21共款伫咧下4支，就是6月11，来开出。过来下一支第5支咧32啊，即个32啊咧共款来减51，32减51咧19，即个19咧伫咧下4支，就是顶一支咧6月12，来开出。过来下一支第5支咧30，即个30共款过来减51，30来减51咧21，即个21咧爱伫咧下4支，就是咱即支咧6月13，爱来开出。伊即招咧是1支棒诶，来利用上7支诶第5支咧固定减51，伫咧下4支咧要来开高机诶。即支咧是即个30要来减51，要来带即个21诶高机诶。过来另外要过来介绍一招咧是3支棒诶，即招3支棒诶咧，共款若是要来带即个21啦。伊即支咧有一个特殊点，就是共款咧要来用拄则1支棒诶咧
要来用即个3控，共款要来合数51，就是减51。伊是为即个上13期诶第5期咧开始，固定3期一摆，要来减51。上13期咧，就是5月29，5月29咧，第5期咧31来减51咧2控，即个2控伫咧下4期，就是6月初3，来开出。过来下3期咧，第5期咧21啦，即个21咧，共款过来减51，21来减51咧3控，即个3控共款伫咧下4期，就是6月初6，来开出。过来下3期第5期咧39，即个39共款过来减51，39减51咧12，即个12咧共款爱伫咧下4期。下4期咧，就是6月初10，来开出。过来下3期咧，第5期咧3控，即个3控共款过来减51，3控减51咧21，即个21共款爱伫咧下4期，就是咱即期咧6月13，爱来开出。伊即招是3期帮诶。来利用上13期前的第5期咧，固定减51，爱伫咧下4期咧来开高期诶。即期咧是即个3控要来减51，要来带即个21诶高期诶。以上咧就是咱即期要来提供大家好牌参考诶。高期诶21啦，高期诶21啦。甲咱拄则所介绍诶咧，迄个3种091021，来提供互咱线上诶好朋友咧，伫咧即期咧来好牌参考。咱若是有介意咧，加减罔参考。若无合理诶，咱就莫勉强。感谢大家耐心听完爱个分析甲介绍。咱预祝咧即期咧会当顺利着奖。感谢大家收看。感恩，多谢。